3一公，3架前2一公，3架负点2一公，3架减2是1公，滚到1公，再1公，3一公，3架前2一公，3架负点2一公，3架对点2是1公，搬开时向乌基拉姆行3公里，前到1公，再1公，3一公，滚到1公，再1公，3一公。请讲师慈悲，前到1公，滚到1公。下好，大家好，请坐下。各位家人，各位关注，各位同财，大家观赏。好。我呢，今日来成立者，咱点下这父母亲，这母亲对唔对？今仔在拄好母亲节，做一个最大的敬礼，祝咱每一个母亲，大家身体健康，福建，感谢。你这不是用什么？这个事情也是交到这物件来到遮啊，讲性电咯，一种事情给咱给切的，给咱这种差不多在讲的，较字啊在叫讲健康，哦，所以这讲第5节，主啊。心力磨碎啊，心力磨碎啊，休我不求望见周公，我不求望见周公。真空现的周的讲啊，等下了，到这时阵也多半就是讲圣人来各种办法，不是大家来弄。对，他多样对。气温有差啊，即摆到早上思想，即摆是火炉，即摆行天主教、基督教、各宗教，大家拢讲，这个时代咧演变，真正世界就这个啦。来讲啊，迄一个基督教的迄个讲师啊，怎么样？安尼讲出早。听着讲世界发展，因拢咧想讲，敢有迄个代志，搁较现在安尼看，那亲像已经来眼前，实在是遐地方，这机器人啥拢出来，甚至机器人咧出来咧，培养甲伊迄个机器人内面咧头迄个会产生迄头脑，会产生有思想，慢慢仔出来啊。所以咧，咱即回就当得到道。透过真理了解讲人生真正的目标是啥，毋是干那要来遮趁钱尔，毋是干那要来遮传宗接代尔，伊个咱较俗较上暗咧。讲圣人曾经甲咱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那么人若有远虑，就无近忧。咱知影咱伫对来，转入要对转去，所以这是拢足古俗的。即个言论呢，毋过这是实实在在的代志，所以孔夫子呢，甲倒来了，伊敢若家己感叹，讲实在的过足紧啊，我已经老啊，嘛足久，毋捌去望见这个周公，因为孔夫子的道是一贯对尧舜禹通文武周公继承，这是有系统的，有经线的。毋是讲恁都黑白照的，咱来了解。圣人咧讲话，咱若无迄个实际，几千年来人袂去甲尊敬，几千年来人袂去甲尊敬，所以这种确确实实有迄个证据。所以咱信贯道，求一贯道，合一贯道，行一贯道，咱一定要了解这个内容题面。使我咱的
会生根，使我咱的心袂动。咱的人生才有价值，才真正价值。一种的种子是控制感咱家己所接的人道已经活出来时了。到这个年龄，咱会感叹，确实会感叹。当时我捌亲的时阵，我当时落来咧想，我求道遮侪年，讲常咧修烦恼，讲爱做工师，到底我是咧做啥货？我还是会自己检讨自己。真的，人生来到这来日已经无济啊，来日已经无济啊，所以就是空性的较早来讲。所以我写分给咱的姊妹，有时闲的时阵，咱就甲想者，莫讲咱讲一日过一日，一日过一日，无去甲想，一定爱去甲想者，咱才会踏实，咱才会踏实。来甲你讲啊，这实际来讲，一寡事随父母，这孔子曾经安尼讲，伊带种地主出去求列国，来到一个传说内讲，讲一寡事也随父母，比迄个用手举伫个头底水咧流，后尾个水咧流的迄个情形，来讲的时间会快过，讲的时间会快过了后，反倒转来想着咱人生的底线，想着咱人生的底线。毋知讲人生苦短，若到60、70岁过后，你来感觉讲咱已经无偌久。人生呢，过头甲过来看，咱就足紧，咧过咱就足紧，一日到少年家尔，阿真老人人拢叫阿伯阿公啊，你到这里台湾店里，人讲我甲阿公再见一下。想了嘛足欢喜啦，想了嘛足伤心的啦。两个少年家，两个变阿公啊啦，所以咱家己爱想者，袂使无想。所以有心无力，这个时阵想要做，时代咧变遮济。咱讲一日千里是这个代志，有心想要做，有心想要做，永足开拓，点点啊时阵甲上，你会感觉咱人生内顶世间，哪亲像拢白活的，了有啥货？你甲想有啥货？我时常咧讲，阮是大人。这笑着款式发讲，再来出事无看，死双手嘛空空。踮在世间那面啊，世间真无有影无？这嘛是自己的代志啊。所以呢，佛祖暂地学了讲，酒甘有二代，酒调是假，下调甲通调落来，酒甘有二代，曲曲无在。教育就是足大有限制，伊的文章，伊的为情之道足版大，我将就孔圣人以周朝的文化打伫伊心灵，以周朝文化来做伊为人的准则，所以就讲咱一。三代文明之周，周公是继承了上甲文王武王的文王的有啊，佛祖呢也赞周公之才之美，孔圣人呢时常比例周公之才之美，伊有才华，也阁有德性，人不但是贤尔，阁有德性。弟姊妹，贤好，但是呢，毋通控高自大。你若控高自大，你的贤无落去。孔圣人曾经安尼讲啊，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事交请立，亦有不足观也。安尼讲，你有周公的才华，也有伊的美德，
但是你若骄，甲魔走出来，甲人走出来，拢无落去，拢无落去。所以咱希望道一定爱去愈加好，愈加好。圣人家己啊时常咧讲啊，出而不足，信而好果，却必无落去。伊拢甲人讲，我这是拢引述来，毋是我家己的，毋是我家己的，偷偷啊去学，讲夫子赞周公之在子，而孔子呢，也是周公之继承者。孔子是继承周公落来的这个继承者，天命所夹，妇道兴华。因为迄个时阵，伊当着天命，心来排着道，出去求列国，为着要使我列国的诸侯会当继承了周代文化，继承了大道、行道文化于当时的世间，使我每一个兄弟姊妹知影讲我伫倒来，要伫倒倒转去，毋通伫倒来来到遮，总啊袂去站倒转。我著记得较早一条歌啊，三山母娘，三山抱情义母娘的时阵，免入来，大家毋是足欢喜入来。这样要转去，人叫你要转去，煞伫遮袂卖久，总袂想要转去。真正世间佚佗了，怎啊好佚佗，就想要转去。所以就可以贯导大家普渡，是要来拯救咱遮个有想要转去的兄弟姊妹，毋通搁再来继续伫遮牵甜，是子孙领一批地主周游列国，所以孔圣人的迄个时阵，为了要会当行周朝的文化，所以伊担着了天命了后，我识字的天命了后，带伊众地主，知影宝贵，带伊众地主去周列国，盼望列国诸侯能采纳伊的主张，盼望列国的诸侯会当采纳伊的主张，实行伊的人情，经10万年的流浪生活，互北方人之一无所有。伫外口受烦恼10万年，过着了流浪的生活，伏泊伫风尘内面，有哪做无空，家己也足怨的。回路已经70岁老人，70岁老人。较早70岁就足老啊，真呢70岁还袂老，70岁老。真呢比较10岁啊足普遍的，迄种效果子较也阁作用的，所以咱真身体着顾养，这个时阵拄则，拄则咱的。咱的领人讲，会走就走，会爬就爬，会行就行，袂行拢袂来讲练的，嘛爱练啊。所以呢，人生世间就是短暂，无做绝对袂使。年老体衰，这一定的道理啊。得失因果，受乐中途，年纪若侪了后，身体就衰弱。尤其这个时阵，咱化物件诚侪。这化学物件调查，这世间就有济，到济岁了后，高血压、糖尿病，一大堆病。虽然心系有道，你的心交道白做伙，意志已经衰去，你的心智已经退化去，无较早遐强啊！不再昏贪妄。不再魂宽妄言，以上地上实验就讲是个太平盛世。有法度讲，要去做啥个就做啥个，像咱真，那70岁过，毋是讲要做啥个是就做啥个，经验有，毋过迄个力出袂出来。那就讲。我真无做无要紧，后日食了再来做，食了你有法度啊，食了真有法度。我爱做一个读经，还有经读了呢，我讲好，只爱读，讲好势。后日若较无读，再来好了读，好了研究。
毋过呢，较深，若上无迄个心肠已经去啦，坚是足深，哦，啊无全精神是无法度，哦，啊要全精神真诶，请人客客看嘛尔，哦，就去拄拄啊，爱注意这精神，所以咱上感自身诶衰老，也就是叹息世道诶衰微。伊毋是讲伊本身尔，伊即句话会寄伊，就是讲世道诶衰微，毋是讲你要办就我当办。所以咱真一定要了解，咱啊少年啊一定要了解，立志一定要广大，一定要高远，啊，若无安尼呢，咱就无法度做。所以第六章孔子大来讲，自วัด自วัด自德，求德友人有业，这是四个赞词，啊，四个赞词。咱立志一定要伫要上悬的，伫要上好的。咱少年的时阵，拢想讲，哦，我后日若出来社会趁钱，一定一个月趁偌济，一年要趁偌济。毋过较真呢，趁无，你敢会趁无？你敢会毋趁？嘛是着爱趁，就像安尼。心智的道理，都是无边无际的物件。世间啥会上好，咱就知。哦，早呢，世尊出世过来讲，哦，手机天，搁硬一点，啊，讲道上宝贵，宝贵，哦，啊，咱呢，看经典。听宣传，目的咱后一日本来要保持了。人安怎等去？咱有哪会想讲，我有哪要来学伊安怎等去？爱记一句话，顺即个做干话，讲顺好人也，不好人也，有为者伊就是顺的嘛是人，我会嘛是人啊，我一定要像安尼做，我若像安尼做，我后日。有哪要传一款种？但是之外，颜如主当时飘影在路行，又转去无达到福成的境地。30岁都不讲呢，达到福成的境地，咱一定要去甲了解。毋是着食足济货，了事较重要。哦，毋是着趁足济钱，了事较重要。哦，这个要了解。所以，伊讲只有道心智爱一定爱伫我足高远，啊足悬啊足远，求得一切行为、一切念头爱得胜，爱得德。哦，因为乡亲咧讲三好一公道，存好心，讲好话，啊做好事，哦。伊有人，伊克人，人互咱体，哦，圣人控制于做儒家最高最悬的境地，就是讲要达到人的境地，哦，啊人以为咱有远无啊？伊曾经啊甲咱讲啊，人远何在？哦，我欲人，斯人是，你嘛要讲真。咱要去做，咱要去做，人就是咱的，比咱的领导者啊。哦，所以伊甲伊讲，伊有人，伊可人有人伊可，你有咧做，上天会甲咱庇佑。哦，上天有言中会甲咱赞助。有个空性人呢，伊甲咱讲，咱修行毋通孤独。一定哦爱用家，通爱学哦，伫正用家当中来透来做团，也来互咱兄弟姊妹团结这个基业，互咱兄弟姊妹大家来做，才袂孤独哦。这种是控制全世间人尽力修业的方法，甲这个天数啊，是袂控制这四句话。
可当作儒家思想的总纲目。这四句话摕来看伫咱的心灵，咱心灵就会晓差。真着应用儒家的思想的四条上重要的纲目。不但是正德修业的方法，而且更是学做人的全部原则。正德修业的方法，照这四项来做，嘛是就这四项来当作咱学做人的全部原则。赞处分明，一赞一赞，真甲你分甲足详细。立志是为合做人的先锋，立志入咱的志向，是咱为合甲做人的一个目标。所以咱拢家己拢志向，那国民校在读册，我会记老师互咱作文，拢写讲一条讲，我到注释。我希望我后一要创啊话，写一大段，还是姊妹，迄个志向，咱一定爱做，尽管志向有不同的类别，个人的志向无相像，但总纲目、总目标不会互倒。你安怎修袂要紧，人讲条路可以通罗马，条路可以通西方。目标拢相像，但是个人的路无行无相像，爱注意。修道是大道的理想，心智的道，这是道的最理想的所在。道是人生的真理，道是咱人生做人应该安怎做的真理。人民共同遵守的正路，兄弟姊妹共同。不论上至王河，下至乞食乞丐，都要共同遵守一条正路。如是在人生的旅程中，才会当才能实现生命存在的价值。咱若照安尼行，照自由道心内的道中安尼行，咱的人生的旅程中，才会当实现生命存在的价值。咱的生命存在的价值是倒一个？咱家上就会知影，所以是一定的道理，咱的价值观咱走会出来。人人可走是大道，人人应走是正道。人人可走是大道，人人呢应该走就是正道，袂使叫你邪道了。志是心之所往的意思啦，志就是来看你的心。使互你的心会当照自然行，就是人之发心，是你人的心生出来。孔子以为人生之理想，就在开发人可以走，也应该走之道路。孔子呢，伊认为讲咱人生的理想，就是开发一条可以行，也应该行这条道路，所谓道。在讲这个道，不仅是事实的意义，也是价值的意义。不但是讲事实安尼行，也嘛是讲安尼行才有价值，安尼行出来才有价值。你的人生，搭个空来这个世间行一转，都是满面花香面貌之根，都是咱花香面貌的一条根，毋使来接。有金线，有银，归根，归根归处，要归根就是要归一条道，返本返处，要返到转去西方这个世界，就是要返这条道。简单讲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咱本来面目是啥？圣、不、先、贤、菩萨心了。所以，咱这个定人无好势，咱人无好势。真诶，我袂法度去了解钱，但是我从对过去足侪文人、足侪学者，的一个注解去找出来，来提供咱大家了解人生这条路应该安怎行。
无安尼行来种世间，来啊空空，去啊空空，带一寡业，带一寡罪过转去尔。所以咱若对着轮回，我都人超生了死。咱今仔日既然地府抽命，天堂挂好，目标一定要看准，行出来才会准。人生伫准的当中，才会产生了价值。咱即摆爱了解，古德伫即个过程中爱坚固，爱有德，德是德行，德是德行。走在人生道上就是行，人生这条路咧行做行。走在人生的正道上就是德行，走在人生的这条正经的路线，才是德行。在德行的过程中，即使无名分，无啥物财富，仍然可以通过自己德行的修养，而去成就这位圣贤君主。在咱的人生行德行道的过程中，咱家己无名位，实讲一道边二道讲互众上第三处，咱人尽拢走去讲互众上。咱家己自身该体会当然，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排在哪一个位置，咱该想办法。咱真无名嘛无位啊！因若要讲论咱的经济呢？实在讲，拄有军人食尔，嘛无财富啊。但是可以通过咱家己的德行的修养，而成就一位圣贤君主。咱甲想，过去成长的圣贤君主大仙，迄个人呢，伊在生敢拢是好嘢人。伊在生，敢拢是有足有名望的人，无啊。所以德行，所以德行一方面是真实庄严的正路，另一方面呢是真人可走的道路。这条路无限啥物人会当行，大家拢可以行，是咱家己毋行尔，无大家拢可以行。一定要了解，高德是我们应分之圣业。德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应该爱做的圣业。如何挽回人生？要安怎挽回人生？强归角落，强归倒转去这条角的这个环顶，度脱生死的大风灾。咱大拢对着这个风灾内面，风就是大水啊，灾就是灾劫啊。对伫这个苦的当中，所以咱必须要爱有德，坚固德。兄弟姊妹，足重要的，足简单，一甲找出来，足重要。我夹引着这，足欢喜感觉安尼才有挽回袂使。所以来到遮呢，叫兄弟姊妹伫遐泡茶，伫遐啉茶，这拢差不多啦，拢差不多啦，讲到倒转来无遐久啊，咱不要介想无遐久啊。无遐久，这段中间要安怎样？高嘞，高嘞，无做袂使。真正来了解讲无做袂使，总有一日，一定会轮到咱。无许人别人咧轮啊，咱轮袂着啦，不可能啦。咱别人咧讲，别人咧带好，咱带袂着啦，咱无啦。像我会记一。阮遐拄啊开空呢，3年就可以走。阮大姊就讲：“哎呀，你著走，你著走，你走你倒去。”或者伊徛到边仔一来，伊讲：“哎呀，你著走，你著走哦，飞得倒后你著走，你走倒去。”所以到时阵着咱的时阵，咱要来弄走。所以当时想讲咧，孔子来讲即句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即句话包含有够大诶。这话有时阵会晓想咧，像着孔子安尼，主之主呀，身心如也；主之厌机，身心如也。了。人住伫平居平厝诶时阵，
当时啊，存一个云啊，著想者，伊新鲜人了，有了就讲咱坐伫遐管，存一个云咧，也感觉足轻松的，就想者，我来遮是来创啊会，若你到我，就通去做这工作。伊有人，人是人心，人是人的心，人是得讲咱一个心，人才是命，人就是咱人要做的，来了解，人就是咱人要做的。人生可以找出理想，可以使用德行，他可能超越，根据就在于人有人心，所以咱要了解。咱人呢，会当行出咱的理想。咱的理想毋是讲赚足侪钱才是理想啊，毋是做足大才是理想啊。咱讲一句上实在啦，就咱伫咱厝边的啦，水骗啦，水骗啦，水骗来若无去做工咧，伊袂向乖啦，伊袂讲甲拢尿失禁啦，拢个爱穿着裤啦，首先代志啊，咱福建人在台嘛是住伫咧厝边流亡啊，这个大家拢知影啊，伊较早是作善的啊，因后壁囡仔上囡仔，我拢叫亲戚啊，作善的啊，伊咧借钱互因，最紧来借我咧借钱，我先伫遐借，咱若借无就来我店里遐摕，我讲亲戚你借有诶，无啦，借无啦，你来看，后来呢，去甲阮姓改变好了，赚了一钱。甲我讲伊最近来去甲阮姓改做义务的变好了，200间的公司请伊做特殊顾问。你讲阮一间，免讲偌济啦，一间若一个月10000啦，200间你讲偌济？你收入都有惊。咱人生都不足啊，人生不足，讲蛇吞枪，一只蛇要吞一只大枪咧。咱人的心就是安尼，去安尼一站一站减，一爬去到总统，爬去到总统，毋是好去呢，遐是伊的财富呢，遐是伊的财富，你若无去做总统呢，伊免着用乖啊。你人讲人是甲烦恼问你。你拢无知书买地，你拢无一百条思想牵条的全无可能你个牵条，一定有加减嘛，一定有加减。咱讲实在啦，阮厝边的人啊，我才会甲讲伊歹话，一定有加减。伊若拢莫去坐咧位，就无迄个代志啦。遐姊妹当时啊，所以咱当时啊，爱注意，一定爱注意，所以。人生可以走出理想，咱伫遮确定清理了后，咱本来会当走出理想。我若创干咧，咱无创干落去，干要做遐散的啦。伊讲一单数一飘逸嘛，无创干要做遐散啊。人伊都修到这个福成的境界，所以呢，咱本来当走出咱的理想。我无成钱，我就要成贤；无成贤。嘛要成菩萨，嘛要成佛祖。伊若无呢，上汉班上尾啊，我嘛毋过退轮回，嘛毋过退轮回啊。起码呢，嘛来讲，你就过伫到山啊大做伙，到10天啊大做伙，遐日起码啊，咱就讲去思想着退轮回啊，所以。有这个道互咱得，有这个时间互咱研究，有圣贤的经典做咱的准绳，会感觉是足好的呢，足深刻的呢，让先会较想心怀安慰，所以了解所以伊可以使用德行，伊可能会超越，根据就在于。人生，这人生，人生的经验，咱当时会该想的。到有人问这安怎？你着要有这良心，着要想咧啦。人生的经
验。德行不仅是应然的价值，更是实然的存在。这个德行是应该应该有的这个价值。咱若真正认真来做，这嘛实实在在会存在着对了。人心庭现，就有不安而求安的感。人心若走出来，咱就会去行正路。所以咱这个道迄道德感唔对，就有应该不应该的价值主角，只有讲就会去感觉讲，我太安尼做，我无应该安尼做，我怎么该安怎做？就一款应该甲不应该的价值的主角。人生自作主宰，不必世俗牵强。人生家己做咱的主宰官。茫受着世俗甲咱卖卖，无压力的环境，情绪与情绪环境，我就拿来请我经济就好了。就是说嘛，讲过60万啊，因为嘛有人讲挂一条什么链啊，拢讲几千万啊，几亿啊，但是即嘛你什么，你后什么话啊？你甲想，你后什么话啊？人生你哪甲想？想即嘛，要对人袂对啦，我了一个。因仔经济袂歹啦，伊讲啊，啥人讲无要对人，1000倍一定要对人我对。伊做生意台人的，你保护伊台人，讲这话搁千句，讲人我出新的出来，这话搁千句，人搁甲问讲遐好，伊讲问讲遐好，什么新的出来？这是啊。伊讲可能1000倍都对人袂对，都毋免讲要创好个。你只管咱想，这个好情感平等咱就家己安慰着家己，咱的心欢喜就好啊，所以有人世俗，才甲咱牵扯，不必公理折善，毋通为了公明，为了好业，迄拢无路用啊。毋是讲无路用啦，有啦，但是一定要有用心啦，一定要有用心，可以定生命方向。咱生命方向爱安怎行，咱一定爱家己建好好势。大人是咱命应尽的任务，人就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应该尽的任务，也是天祝福乐的本质工务，也是要转去西方的一个本质的工务。无这个人，你嘛不真是所以有业是用业。有自由道，有自道，以具德甲义行，这令这样顺序渐进，心则永传。在感觉力行之余，如果能涵养艺术，使身心获得经行发展，便能竟能培养和谐的人生，完整的人格。所以咱姊妹注意，有自由道，具德以有人，会当将咱一站来行出来，心照其全，心来造就，完完全全来求我出完全的。伫感觉力行之后，咱时常讲互咱家己听，咱毋是伫甲落去讲互别人听，学而时习之，不会见咯。就是要讲互咱家己听，欢喜就要咱家己欢喜，毋是要讲互别人欢喜哦，毋是要讲我人怎么讲的，毋是安尼，家己感觉听别会甲安尼做，互咱家己心欢喜。好，所以呢，若剩的时间，咱会当涵养咱的艺术，但是咱两个人的兴趣有些啥？使咱的身心获得均衡的发展，咱的心甲咱的心，均衡拢发展出，真系讲累的修，活的修。你本身希望病爱改，你的行为爱改，累活相修，竟能培养和谐的人生。伫这世间兼咧做伙，当大家感觉讲无人袂歹就对，完整的人格，咱的人格毋通有惭愧，咱的人格要做完整。
所以孔子也注重艺术的陶冶，孔子嘛时常注重这个艺术的陶冶所以孔子伊讲，主宰有双者之长，伊上北；主是一哭则不歌，伊就安尼讲啊。伊讲若伫松树的边仔，伊毋捌食大方啊，伤心嘛，朋友减一个去啊，亲戚减一个去。啊，伊迄个若有孝伫了有靠，伊就无笑嘛。所以呢，咱即种道法遐济，有当时啊也嘛开了会喊一下。我就较早，阮中人陈经理阮中嘛，伊拢做我会喊，我讲爸爸你喊是对啊毋对？伊讲喊生活着较清啊。有影真正咩代志？所以咱即个要道歌，嘛会使去兼学去兼唱会使。礼乐社有思想用艺学生。孔子嘛注重即个艺术的陶冶。礼乐社有思想，即用艺的一个学生啊，需要刻石其中咱嘛需要进入恁用艺的内面心游其中，才能实践心入用艺内面人生过大快乐，修到讲义灭化，实现圆满的人格。遐个姊妹，人格是咱家己建立出来的。人格是大人甲咱生造成咱的人命，成这模样尔。真正实际人格，就咱家己修养的，咱家己做出来。咱来注意，真正袂使无注意。过来，注啊！自然所修一项，我理想无悔。孔子来讲家己有想要死，家己有想要改过，家己有想要向上。圣人讲，我无迄个有甲讲。所以姊妹，咱若有一寡心中心，打求到了，咱会较好门就要去，就去手去咱讲先礼后兵就带一寡礼物去，了后日咱带一寡经典去看，慢慢受感染迄个啥老周经理老周经理、周生活经理伊当时个是我听伊亲身讲的伊当时要导满豆一个理长，你讲叫伊当创的满豆一个。伊讲迄头仔去伊拢无摕啥物去。迄头仔去，伊嘛毋惊讲道理迄头换个了。第二遍去，就怪伊伊就讲你好边换灯换水，后边你偌济我都家己个，家己知家己种你讲我有。第三遍要去就挂棚过去去就讲就坐就讲伊就甲切入地去伊即摆两三遍即摆就切入地去讲即边大多少？所以伊讲，伊安尼甲我讲，大人要有功夫呢，你人是敢看水无钱的，大人要有功夫呢，所以咱要了解人生该安怎做。咱趁钱的对，该用的就来该用，无该用的就较俭用影，该用的就该用。你王夫人先生，咱交一做会使。伊真正为了一个道亲规间过来都关上，为了要度这个人，这个道亲伊都开安尼条，规间过来伊都关出。人家来讲，咱做这少年人卖，你关出都无人买。若再过来买啦，明仔载再过来做。真正爱是这个代志因后生，因两后生，一个伫澳洲，一个伫内面咧继承伊经历了店。伊讲阮后壁自90多以来伊个钱拢伫着开这才是真正解。伊所有钱交我做伙，伊所有交我做所有事了拢交我做伙，买土地啦、买厝拢交我做伙。
有一日呢，你要去欧洲开啊，伊就招我要请。我讲唔係啦，你都去，你都去遐開好我到底趁錢趁互你開啦。伊講無啦，會使好做。我後面做袂出來吼，若無成功，嘛毋轉來啊。所以吼，人愛互講我開你的錢啊，會使，一定愛算算，錢少攏袂要緊，一定愛算算。咱種咱即個，咱做伙來算，毋免後日放我囡仔，大要算袂着。咱来说，叫我对，袂使啦，对我错，叫我阿土来招我去大城啦。哦，即摆迄大城省钱啊，迄大城啊，讲一间厝买偌济，啥买偌济，啥买偌济，拢讲就对啦。讲我有意，我有意，讲偌济我就偌济话，爱讲偌济就偌济安尼。阮都做伙几十年啊，我70、80年。徛啊！阮49年开业的啊，做伙30、40年啊，都无计较啦。所以讲偌济就偌济。伊所有的钱拢开，伊道中开了了，开甲几箍呢？佫300万了钱，佫欠300万。就反正伊都无钱，就拢对我说啦。人咧叫讲啊，要创哪哦？爱偌济哦？伊开出来。我就2件人啊，结果我一间楼仔厝甲2件人，遐2件人，无钱就来请无钱就来请当时一个将军，一个咱全国伫遐做乡里啊，我若去若无钱，来乡里也无钱嘞，去无钱我来请，我20万算出来啊，故乡的人无20甲伊算上贵，无甲你算俗贵下了，无甲伊算上贵，你总来请我去。我就较紧个咧，伊讲唔要紧，你定时要用，我讲这2、3日就要用，我今仔甲你送件出去，后明仔载你就来，足方便个，所以讲，你即摆咱该用就该用，欠足侪钱有路用啦，你欠足侪钱，你也寄个你人口有啥路用？该用就该用，死去就袂用一个，死去钱拢叫你孙来啊！伊要甲伊摕添伊讲无，你甲伊摕饲笑，你着遐等。有啊，所以是嘛，我毋是伫遮咧甲你宣传，我咱着安怎对安怎，我这毋是徛伫足正经的立场上甲你讲啊，会做就做，咱即个时阵有法度通做，看叫咱家己去做，咱后生甲咱做，免笑啊，免笑，这样呢。所以孔圣人讲，自行束手以上，无比上无为来。伊家己心有想要做，伊无迄个无甲讲的就对啦无甲教的。这是孔夫子史述自己回应不关的这个精神这个精神。是孔子跑救世，借名生人生物的方法。孔子一世人就是安尼，所以伊伫头学业是前迄种讲，5修5字字法，3修二律，4修二不行，5修二字天命，6修二理顺，7修二中经，所有不如己。就是不修学字，不敢问义，不能书，不善不能不能解释无有啊！伊无体由伊家己，由别人，由国家，由社会，由人民，由众生，伊无体由伊个人，所以咱来了解。看你心伫对，王慧先生甲我讲，无啦，心全拢业即业就，心全咧道即道成，即两句话一定甲我记咧。我真正会记咧，记咧甲你讲，我若死了，无人甲你讲啊，你着记咧，你着甲，因为伊就是我就是伊教导的，所以来甲讲，心全拢业即业就，心全咧道即道成。阮是就人交代，较拍拼趁，较办大开咧食风头。安尼甲上我人领做对哩，较拍拼趁啦，较办大开咧食风头个。要好业就咱就变二命啦，咱无可能去做好业人，咱善良人哪可能好业人？就食风头就欢喜啊啦，所以爱做，会使做。所以孔夫子的心泡呢，泡这个救世救人、救世济民、生人生物的方圆，
因此，对有天下的万民都持有教无类的态度。对天下间的万民，不论天主公何，不论乞食，不论农主，伊就是有教无类的这个态度。所以，凡是有些能反省自己、检束自己，只有挺上进、向学的人，我将来没有不教的他。孔子就是这款想法。咱嘛是要有伊这款精神的，读圣人书，听圣人书，佛菩萨圣人遐人，留经典要做好个，留经典要度众生的。所以，咱啊，保基的福德，咱嘛成就起来。伊达到至善，起码咱嘛成就标准。所以咱过来，第八章。自我。OK。不法。己无不立，三无犯。这不好。所以，咱即卖，咱爱要是，咱一定爱有个心，家己若无迄个心，人就甲伊拖都无法度。所以咱家己爱有心，你无法度，心无想要去做，心无迄深情，人无法度甲伊启发，甲你启发袂听，所以启就是发难，心若无怀疑，你袂去问啊；心有怀疑，你才会去问啊。带去研究啊，心有怀疑，带去研究，带去问。要人甲咱讲这倒啊四角，甲咱讲一角，你也了解这也四角。起啊翻身，安尼咱来进步，来顶世间进入顶道场来。要互咱是一个足平凡的人，并且咱是足有智慧的人，咱一定这个主人要拖出来做主，这个心一定拖出来做主。这个心唔能搁较黑咧，成为一心之主，心让每天明艳，安尼咱人生大人世间，咱的价值观咱走会出来。绝对安尼做，我时常讲，拢伫遮几句话伫遮讲，但是这足平凡的代志，就是足重要的代志啊！这孔子自述伊教学的方法，在于注重启发，以免咧学生自动用功。咱每一个道场嘛是安尼，咱的前言，咱点份书，咱的名人。咱的两人点份书，咱的前人，伊无可能家己建立你的身躯边啊！伊就有遐尼咱济工课，遐尼咱济大工课，伊去做，无可能咱跟甲足条的啊！咱家己毋来发奋，咱家己毋去研究，家己毋去度人，要安怎样？所以来到遮，圣人呢，逐项都甲咱讲着。咱家己一定爱发奋，人孔子个七光文主路孔子啊，主路袂晓甲对啊！阮老师我要安怎讲？我甲伊讲，阮老师足敖，你毋相信啊？我若要甲伊讲，阮老师足含慢呢。对阮老师袂当。主路咱是去甲阮老师讲，大哥啊，七光你问我呢，问你个代志。伊讲你有甲讲无？讲无啊。伊讲你下不管，你才袂甲讲。智慧人了，发愤图强，独立忘忧，不低乐之将自焚呢。爱讲这要互怎话？目的要话也是真爱了解啊。智慧人了，发愤图强，咱真爱。咱逐个研究什么代志，认真咧研究，含鸟都袂去你食，含妖都袂去你咬啊。发愤图强啊，独立忘忧，干后这个代志叫研究出来以后，伊足欢喜个，袂搁即个是什么忧愁啊？讲含老都毋知影，不低乐之将自焚。讲你大袂甲你讲啊，智慧人了，发愤图强，独立忘忧，不低乐之将自焚呢啊！你真歹，伊讲这话，伊又是要讲我写我成色个，伊要讲互后代，你真歹听。
去学去啊，所以咱来了解，袂使去无了解，所以释义来讲，世事世无难言，世间无难甲易，世间无啥物代志难甲易，有志则圆，有心有志用就简单，无志则难，你心毋加迄个就困难啊。孔子虽然有教人，但受教者受教之人必须先有求知的动机啊。孔子呢虽然足爱教，但是咧受教的人呢，必须要家己有迄个求知的动机啊。你若无想要修，安怎甲你行，安怎甲你放嘛无法度啊。所以心中上不服，克服困难，曾经发奋努力，但智力不从心，然后才去克服它。心中想要克服这个困难，曾经发奋认真研究，就研究无啊，但却力不从心啊，力量去做就做无出来。安尼呢，咱再来甲克服就足紧的啊，去甲诱导他，去甲引诱，去甲开导，属于他人贯通啊。自主我是叫要弟弟迄种，咱来看啊。只有用力之口而但他人贯通言，即种不知表里清楚无不得，而我心之全体大约无不明矣啊。咱来甲背甲读，用得较少，若无用力呢，无法度。所以自主来讲，只有用力之口而但他人贯通言，即种不知表里清楚无不得。自我心之全体大用无明，我这想要做讲话，咱暂时来了解。了解迄个秘密管道走会出来，你的人生到这世间，你才袂空空来走一逝啊。所以，使互伊发然贯通，并且天下事，天下的事理无穷啊，天下的事理是足摆毋大。不可能一日来说尽啊！咱道理遐尼济，我教经典遐尼济，咱无可能遐讲会了啊。那么受教的人呢，必须要举法观三啊！接受教育的人呢，一定爱家己就要头脑就要切的，桥顶当的，这领悟了走会出来，也就是触类旁通的这连续力啊！讲一格，要知影三格，触类旁通的这个，然后才去教诲伊啊。所以，因此而无彼啊。所以因为这个物件，了解这边，也毋一定走出来。这拢是自己已经做了相当的努力。孔子才偏施教育，你家己。认真足济，还阁上无啊？孔子呢，大家是教会做。我都捌讲过啊，新年你睇来，伊足爱来问考经理，考经理拢毋敢讲，考经理毋敢讲，考经理伊人伊性质咯，要食冰鱼食啦，讲要食乌冰，要食金州冰，要食什冰鱼食啦，实在你食啦，食要等搁搞一包饭尔。你睇来讲，我来遮甲你食你的冰哦。我毋是要食冰，你毋甲我讲，你下个较简单啦，你包饭袂用一啦。你下个简单啦，你下个简单啦，你包饭时我无哪要用啊，包饭袂用一啦，你准备啊，你准歹心啦，你嘛甲人家讲，你准歹心啦，无要紧，你准歹心啦。我就是新年，我专工有是要爱这个啦。你毋甲讲袂要紧，毋甲讲我搁转来尔，我无了哪了到车钱尔，袂了车钱我有法度啦，伊话你甲讲食甲强你睇来都是毋是说是真钱，咱就是来了解，袂使无了解来食，家己若无对咱家己自身就要开发，咱无法度，所以呢，孔圣人啊是安尼，伊有就想要了解，伊才有法度人成就啊，伊有法度，使人家己做过相当的努力。孔子才偏施教育，
因为这样才显示了受教学生有倾向学问事理的心，这样才更容易达到达到教学的这个效果。礼记礼记里边曾经安尼讲，力不能问，然后以就变起来的意思叫咱想象力不能问啊，然后入起来这是不忠不废不法的一个意思。义律法三就是明主所咧讲欲非自得也的这个意思。不好不朽，就如学记所谓的故之而不低，虽下之可也。孔子在2000几年前所施的教育方法，甲现代的这个教育学上之所之新教育法不无遗憾。这是孔子伟大的地方。孔子真是我国最早最伟大的一个教育家。所以希望恁大家了解。用你阵，即阮坐体转去用你阵，一个看。这我那毋是安尼两日就写出来，我咱足侪年安尼写看，毋对，搁再改写看，搁再改，改足侪出来。所以今晚你真看。看毋通干那看册呢，就上伫咱本身之外呢，修行毋是要五宝养看尔呢。修行修心办道全心，才能符合那种师尊的老祖所讲的呢。修行是修心呢，办道是全心呢。人生这个来这世间是重这个心尔看你家己有做无，你做出来无，这较重要。咱来听一个啦，差不多45分啦，45分啊。感谢谢谢。支持杯前到一公，坤到一公。谢谢啊，他们呢？